嗱，你企定定喺度，如果你自己係屬虎，又或者你嘅父母、伴侶、仔女係屬虎嘅，你即刻放低手頭上所有嘢，1秒鐘都唔好劃走。我今日緊急出呢條片，係要同你哋全家搶時間擋大劫。踏入今年8月，玄學上正式進入龍龍新月，好多人懵然不知，但係對於屬虎嘅人嚟講，8月絕對係你哋人生中最兵凶戰危，甚至係決定生死財富嘅一個極限大衝關。喺八字命理入面，虎係人，8月係申，人申相沖，唔係普通嘅犯太歲咁簡單。呢個叫做金木交戰劈頭蓋臉。一陣間我會話你知呢股力量有幾恐怖。你睇下平時我哋講犯太歲都係話唔順利有阻滯，但係人申大沖係命理界公認嘅4大長生沖之一，力量之猛烈絕對唔係講玩。屬虎嘅朋友，你哋係人木，係一座屹立不倒嘅高山，係一棵頂天立地嘅巨樹。但係新月一到，呢個辛金就係一把由天而降嘅絕世神兵，係一把削鐵如泥嘅開山大斧。呢把斧頭唔會同你客氣，佢係直接照頭劈落嚟。下個月有2個地方屬虎嘅人，你打死都唔好去。一旦踩中，輕則見血傷身，重則身敗名裂，大破財。但只要你聽我勸，避開呢2個死月，你唔單止可以力保不失，仲可以利用呢股大沖嘅能量，將煞氣連根拔起，反轉成你下半生嘅暴富大橫財，事關全家下個月嘅平安同財富。即刻喺留言區打出人生化煞逢凶化吉，幫屬虎嘅屋企人立一個護身大陣，我哋馬上為你拆解天機好。你肯留低，證明你係一個有福氣、有警覺性嘅人。你同你嘅家人已經踏出咗避險嘅第一步。現在我要你集中精神，因為接下來我講嘅每一個字都關乎你下個月嘅人身安全同財富命運。你準備好未？我哋開始喺我哋深入探討嗰2個死亡禁地之前，我要先同你上一堂改變你一生嘅八字課。呢堂課會令你透徹明白點解8月對屬虎嘅人嚟講係一場刀光劍影嘅硬仗。你唔單止要自己聽，仲要幫你身邊屬虎嘅屋企人聽埋，因為佢哋可能一世人都未聽過咁震撼嘅解說。屬虎嘅朋友，你哋要記住你哋嘅本性喺命理入面係人木。呢個人木唔係普通嘅花花草草，而係森林入面嗰種參天巨木，係可以破石而出頂住風雨嘅神木。你天生有傲骨有擔當，就算個天塌落嚟，你都會第一個衝出去頂住。你唔中意向人低頭，唔中意俾人指指點點，呢啲全部係人木嘅特性。耕直不阿，生命力更強。你諗下，你平時係咪咁樣？遇到困難係咪永遠自己死頂，俾人冤枉？係咪寧願俾人誤會都唔肯解釋半句？呢啲就係你嘅本質，令人敬佩，但有時都會令你內傷。但係命運就係咁中意開玩笑，你越硬正，佢就越俾個難關你去衝。8月龍龍新月喺5行入面係最剛猛、最崇利嘅辛金。呢個辛金嘅形象你一定要記住，佢就係一把經過千手百戰喺熔爐入面攞出嚟，仍然閃住寒光嘅大斧頭。呢把斧頭喺天地之間游走，專喺特定嘅時間劈向特定嘅目標。而喺今年嘅8月，呢把斧頭嘅準星就對準咗你屬虎嘅人木。你可以想象一下個畫面，你係一棵喺山頂上生咗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嘅堅穩大樹，你嘅根深感泥土，你嘅枝葉伸向天空。你以為自己可以抵擋任何風雨，突然之間天邊風雲變色，一把金光閃閃巨大無朋嘅斧頭帶住凌厲嘅呼威聲，對住你嘅樹幹狠狠地劈落嚟，咔嚓一聲，枝葉橫飛，樹皮爆裂。你話呢種衝擊力痛唔痛？傷唔傷？呢種就係人身相沖嘅真實寫照，係硬撼，係正面交送，冇得走，冇得避。我講到呢度，你係咪開始感覺到背脊有少少涼意？深呼吸。呢個只係開始，如果你以為咁樣就夠晒兇險，咁你就太低估今年嘅天時地運。我話你知，如果係普通年份嘅人申沖，以你屬虎人嘅硬朗，最多係受下傷跌下跤，咬實牙根就過到。但係今年係咩年？今年係2026年丙午年。丙午係咩？係烈火，係沖天嘅大火。喺5行嘅生克入面，木生火，但係火旺就會焚木。本身你嗰棵大樹已經俾人身大沖呢把大斧頭劈緊，而家丙午年嘅天降烈火，仲要喺側邊猛咁燒你。呢個喺命理上叫咩？叫斬樹連根，烈火焚身。
你話驚唔驚？斧頭劈緊你嘅身，烈火燒緊你嘅肢入，呢種內外交煎嘅狀態就係屬虎嘅。你喺2026年8月要面對嘅真實氣場，呢種兇險嘅程度係會將一個人嘅精神健康、財運，甚至乎係生存意志徹底摧毀嘅級別，絕對唔係我危言圖聽，而係八字命盤上擺到明嘅事實。所以我先會咁緊急，要搶喺8月嚟臨之前拍呢條片出嚟，因為我知道好多屬虎嘅朋友根本唔知道自己嘅面前係一個咁樣嘅心辣。咁呢種金木交戰、烈火焚身嘅格局，具體係點樣影響你嘅現實生活？你千祈唔好以為呢啲只係玄學理論，聽完就算。呢啲天地之間嘅巨大能量會實實在在地顯化成你身邊嘅人同事。如果你唔預先知道，到時發生咗，你先至恍然大悟，就已經太遲。我而家同你拆解呢股衝擊會喺3個方面引爆，你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第一係你嘅情緒大爆炸。人木主肝，係人體嘅將軍之官，掌管謀略同冧怒。你本身係人木，肝火比一般人旺盛，性格比較急躁，好處係做嘢爽快，唔好處係容易衝動。而辛金呢，佢主肺主肅殺之氣，代表住規則紀律同埋壓力。當辛金呢把大斧頭劈向你人木嘅時候，首當其衝嘅就係你嘅肝臟同膽經。你會發現踏入8月，你嘅情緒會好似坐過山車一樣，完全唔受控制，好容易因為一句微不足道嘅說話，一個唔友善嘅眼神就即刻面紅耳熱，心跳加速，怒火由丹田直衝上腦。平時你可能仲可以忍，但係喺人生大衝嘅月份，你嘅理智線係極度脆弱，脆弱到好似一條拉緊咗嘅橡筋，一扯就斷。呢個時候，如果你喺公司，好有可能會同上司或者同事因為一啲芝麻綠豆嘅小事，例如一個項目嘅做法、一個客戶嘅應對，發生激烈嘅頂撞，甚至一怒之下拍台攞辭。你冷靜落嚟之後，一定會後悔，因為你親手斷送咗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嚟嘅事業前程，將多年嘅汗水拱手讓人。如果你係做生意嘅，更加要小心。呢個月你會特別睇唔順眼合作夥伴嘅一啲行為，覺得對方好蠢好無用，繼而產生嚴重嘅拗撬，最終拆夥收場，不歡而散。所以屬虎嘅朋友，聽我一句慳，8月凡事停3秒，吞一啖口水先至好講嘢，寧願俾人覺得你反應慢，都唔好俾衝動呢個魔鬼毀咗你。第二係金屬與交通意外嘅血光之災。我頭先講過好多次，辛金佢嘅形象就係利器、刀劍、斧頭。而辛金喺現實生活入面，仲代表住道路大街同埋所有高速移動嘅車輛。你將一把大斧頭劈向大樹呢個畫面，套用喺現代生活，就係一輛高速行駛嘅鋼鐵汽車撞向一個肉身之客。所以屬虎嘅朋友喺8月發生交通意外，或者俾利器金屬所傷嘅機會率係其他月份嘅10倍。你千祈唔好覺得自己拿洗技術好，或者向來小心就掉以輕心。好多時候意外係由對方嘅疏忽引起，但因為你嘅氣場正處於弱勢，所以就特別容易俾呢啲不速之客黐埋身。我強烈建議你8月揸車一定要慢過平時，要打醒12分精神，特別係喺高速公路擠合位或者有盲點嘅路口。就算你係行路嘅，過馬路都唔好掛住睇手機，要一眼關七，因為危險會喺你完全冇防備嘅情況下突然降臨。另外，喺屋企切嘢煮飯用刀嘅時候都要額外留神，因為呢個月就連你手中嘅菜刀都會變得特別嗜血，好容易就會切親自己。仲有一樣嘢，唔好去一啲有大型機器或者五金切割嘅地方，呢啲地方嘅金氣殺氣極重，會加劇你嘅損傷風險。第三係最令人心痛嘅人西背刺。人木係參天大樹，性格正直光明，最怕嘅就係俾啲陰濕小人喺背後放暗箭。辛金除咗係斧頭，佢嘅陰暗面仲代表住借道計算同背叛。喺人身相衝嘅格局之下，辛金呢股肅殺之氣會催旺你身邊嗰班笑騎騎、放毒蛇嘅忌君子。佢哋會趁住你元氣大傷、判斷力下降嘅時候，喺你最唔為意嘅位狠狠咁捅你一刀。呢種背叛往往嚟自一個你曾經幫過推心置腹，甚至係視為心腹嘅人。佢可能會為咗一己私利搶走你嘅功勞，或者喺你背後做好生事，令你名譽掃地。
呢種傷害比你身體受傷更加難受，足以令一個硬淨嘅屬虎人內心世界完全崩潰。講咗咁耐，你唔需要驚，因為你今日遇到我就係你嘅轉機。我嘅責任就係要喺暴風雨之前將個預報同埋安全地圖交俾你。頭先呢啲只係話俾你聽個風有幾大，接下來我先至會帶你進入核心址俾你睇，邊兩個死亡禁地係你絕對唔可以踏足嘅。呢兩個地方，一個實體，一個無形，但都足以令你嘅人生大衝兇險程度百倍放大。你準備好未？好，我哋而家要講第一個，你就算對任何人俾幾多錢，有幾大嘅誘惑，都打死唔好去嘅死亡禁地。呢個地方唔係乜嘢龍潭虎穴，但係對於8月嘅屬虎人嚟講，佢嘅兇險程度比龍潭虎穴更加可怕。呢個禁地就係屋企或者辦公室嘅西南方所對應嘅破敗荒野與極端險地。記住，呢個係方位學同現實環境嘅完美重搭。8月係新月，辛金嘅能量最強、最純、最惡嘅位就係喺西南方。西南方係辛金嘅大本營，係嗰把大斧頭嘅出廠地同磨刀石。你可以想象嗰度成個空間都充斥住崇利，無比寒氣深深嘅肅殺金氣。屬虎嘅你本身已經俾呢把斧頭追住嚟劈，如果你仲要主動行入佢嘅地頭，咁同送羊入虎口，自己伸出條頸俾人斬，有咩分別？我而家就具體話你知邊啲現實生活嘅場景係屬於呢個西南方死亡禁地，你一定要刻喺個腦度，千祈唔好行差踏錯。第一類係位於你屋企或者你成日活動嘅城市嘅西南方嘅荒山野嶺、難崖峭壁同埋一切高危嘅戶外活動場所。屬虎嘅人天性中意挑戰，中意征服大自然，覺得行山攀岩玩極限運動係挑戰自己好有滿足感，係喺正常月份呢啲係你抒發旺盛精力嘅好方法。但係喺今年8月，你即刻同我收起呢個諗法。你諗下，當你去到一啲荒島破敗、充滿尖毒岩石嘅西南方山頭，嗰度本身嘅磁場就係金氣極重，嗰啲嶙峋嘅怪石拱利嘅石邊全部都係辛金嘅化身，佢哋喺度等緊你，準備劃傷你。如果你仲要喺呢啲地方攀岩，你嘅身體會直接同呢啲金屬煞氣摩擦，意外發生嘅機會率係平時嘅10倍以上。一個跣腳，一個失手，輕則頭破血流、骨折見紅，重則可能會有生命危險，直情係大斧頭劈落大樹嘅現實版。另外，機動遊戲，特別係嗰啲有離心力、高速俯衝同金屬焗過有關嘅，例如過山車、跳樓機，全部都帶有極強嘅金性。喺8月你玩呢啲，等於將自己撳喺一把高速飛舞嘅斧頭上面，你話恐唔恐怖？所以屬虎嘅朋友，8月嘅戶外活動要親近大自然，揀一啲平坦有水多植物嘅公園就好，例如去湖邊散步或者去植物園，千祈唔好為咗一時之快走去挑戰西南方嘅險峰。第二類禁地係喺你居住或工作嘅建築物嘅西南方正正出現嘅動土煞。咩叫動土煞？就係你間屋或者公司嘅西南方窗外門口俾人搭咗棚架，做緊大型裝修、外牆維修，或者係有大型地盤喺度打地基、拆樓、挖泥，呢啲全部叫動土煞，係風水上極凶嘅煞氣。一般情況下，任何方位有動土煞都唔好，會擾亂該方位嘅氣場，令人生病破財。但係當你本身已經行緊人生大衝嘅衰運，而你嘅煞星辛金所屬嘅西南方又同時出現動土煞，呢個就係風水上最惡毒嘅感應。嗰啲裝修、鑽牆、挖泥產生嘅巨大噪音、震動同灰塵，會將辛金嗰種毀滅性、破壞性嘅能量以百倍、千倍嘅強度激發同放大。呢啲泥頭煞氣會化成千千萬萬把細小嘅飛刀飛斧，跟住氣流第一時間衝入你嘅屋企或者辦公室，優先攻擊你。呢個同辛金相衝嘅屬虎人，所以你一定要睇清楚。如果你發現自己成日出入嘅地方西南方有動土，你行過嘅時候一定要兜路走，繞過佢，離得愈遠愈好。絕對唔可以因為好奇或者諗住睇下幾時完工而企喺嗰個位置睇熱鬧研究。你呢一刻嘅停留就足夠俾嗰啲煞氣所定你，懲住你成個月，令你無端端破大財，或者成日頭暈身卡，睇醫生都睇唔好。記住，見到西南方動土好似見鬼一樣，掉頭就走，走為上着。
講完呢個實體嘅方位上嘅死位，我哋要進入一個更加陰險、更加令人防不勝防嘅禁地。呢個禁地唔係一個固定嘅地點，而係一種氣場、一種環境氛圍。呢個就係我反覆強調嘅第二個死亡禁地——刀光劍影嘅白虎探頭與圈組是非地。頭先講嘅西南方係由方位觸發，但呢個禁地係由事件性質同環境屬性觸發。佢直接呼應金木交戰嘅核心，將金屬嘅殺氣同人為嘅爭鬥帶到你面前。如果你行入呢啲地方，就算你唔去惹人，啲麻煩都會自動惹上你。呢度主要分為兩種，一種係實體嘅，一種係無形嘅。先講實體嘅金屬殺氣地，我講嘅唔單止係普通嘅五金鋪，而係一啲殺氣極重、陰氣極盛、同死亡或破壞有關聯嘅場所。你同我聽清楚。屠房或者係街市入面嘅活家禽屠宰檔附近，大型嘅五金廢料回收場、汽車報廢場，同埋一啲正在進行暴力拆撥樓宇嘅地盤，呢啲地方每一空氣都充斥住金屬撞擊嘅巨響、尖鑿物件嘅摩擦聲，同埋一種生命或物體被終結嘅怨氣。呢啲全部都係白虎探頭嘅極致顯象。白虎就係掌管殺伐戰爭血光嘅凶神。你去到呢啲地方，等於親自走入白虎嘅血盆大口之中。屬虎嘅你本命係木，木主仁慈生長，你嘅氣場同呢啲殺戮破壞嘅包圍完全相衝。你呢一刻嘅出現會嚴重擾亂你自身嘅保護磁場，輕則令你成個人都充滿負能量，脾氣暴躁；重則會招來血光之災，例如無端端俾跌下來嘅金屬割傷，或者喺附近發生輕微交通意外。另外一樣好緊要，記住我講嘅，非必要嘅情況下，8月絕對唔好做任何動刀嘅微整形，或者任何可以延期嘅非緊急嘅開刀手術。呢個觀念好重要，因為成個8月嘅氣場就係金克木，你嘅身體係木，手術刀係金。喺呢個月份俾刀切割你嘅身體，傷口會特別難復原，特別容易發炎，甚至會留低好明顯嘅大疤痕。呢個就係破相，而且麻醉藥嘅風險，醫生一時分心嘅機率喺呢種兇險嘅天地氣場之下都會暗暗提高。所以除非係關乎性命嘅緊急手術，如果唔係任何選擇性嘅美容性質嘅，或者可以等多1個月先做嘅小手術，全部同我推遲。等到過咗8月，踏入秋季，末金氣冇咁重張嘅時候，再去做都未遲。留得健康嘅身體喺度，先至係最大嘅本錢。然後就係更加普遍，但殺傷力同樣巨大嘅無形嘅刀光劍影是非地。呢啲地方表面睇起嚟好正常，但入面充滿咗計算、爭吵、欺騙同法律上嘅博弈。我舉幾個最常見嘅例子：法庭、律師樓、仲裁中心、大公司嘅高層會議室，特別係傾拆夥、傾賠償嗰陣，甚至係一個氣氛唔妥，明知係夾門宴嘅飯局或者酒局。呢啲地方每一句說話都係武器，每一個笑容都係面具。呢啲言語上嘅交鋒係玄學上被視為無形之音一樣，帶有功利嘅傷害性。我之前講過，8月人申沖，屬虎人嘅理智線極其脆弱，肝火極旺。你本身已經係一個容易滾嘅炸藥桶，如果你仲要走入呢啲充滿利益算計同言語交送嘅地方，身邊嘅人個個都機關算盡，句句都帶骨，你話後果會點？你一定會被對方嘅某一個挑送、某一句涼薄的說話徹底擊到底。你嘅怒火會完全掩蓋你嘅理性，喺嗰個電光火石嘅一刻，你會講錯嘢。你可能因為意氣之爭，明明一單生意可以賺到錢，你都寧願為咗一啖氣一拍兩散。你可能本來可以和平分手，攞返合理嘅權益嘅合作關係，但因為你頂唔順對方嘅嘴臉，結果講咗啲俾人捉到把柄嘅說話，導致成個局勢逆轉，原本屬於你嘅錢都要蒲埋出去，甚至惹上官非。所以你一定要記住，喺8月，對於呢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嘅英雄主義完全唔適用。避開所有非必要嘅談判會議同埋爭論，人哋要激你，你笑一笑離開恨吧，推遲所有重大決定。呢個唔係軟弱，呢個係避其慫芒嘅頂級生存智慧。講到呢度，成個8月嘅兇險藍圖，我已經毫無保留咁畫咗俾你睇。由天地大局嘅人生大衝到個人情緒、健康人世嘅3大引爆點，再到你絕對不能踏足嘅西南險地同刀光劍影場所。好多屬虎嘅朋友或者關心屬虎家人嘅朋友，
聽到呢度可能已經手心出汗，個心卜卜跳，覺得好無助，好大壓力。你係咪覺得前面好似冇晒路咁？如果你有呢個感覺，非常好，因為只有當你知道個心輪有幾深，你先至會真正珍惜我而家要講嘅嘢。大家深呼吸，放鬆個眉頭，放鬆膊頭，聽我講。我由頭到尾都話，大劫嘅背後必有大財，天無絕人之路，更加唔會絕一個頂天立地嘅屬虎人之路。上天俾呢個人生大沖你，唔係想毀滅你，而係要考驗你。只要你通過呢個考驗，你嘅人生就會好似金米脫殼一樣，進入一個全新嘅更高嘅層次。只要你識得運用五行嘅奧秘，嗰把要劈你嘅大斧頭，一樣可以變成幫你開山劈石、掘出金撳嘅神器。你嘅人生將會由呢一刻開始，由極度緊張變為如釋重負，然後迎接富足。呢個世界嘅運行法則離唔開生剋制化4個字，金剋木。呢個係剋，係衝突，係問題。咁制化呢，就係解決問題嘅方案。金咁惡，要克住木，邊個可以阻止佢？答案就係我哋要請出一個和事佬，一個中間人。呢個和事佬就係水。點解係水？因為五行嘅奧秘喺於金生水，水生木。當你將水擺喺金同木嘅中間，成個惡性循環就即刻變成咗良性循環。個流程係咁嘅，嗰把要劈你嘅大斧頭生金，佢嘅唇芒一遇到水，就會被水嘅柔情所融化、所吸收。斧頭生咗沉，佢就唔會再劈你，反而會將佢嘅能量轉化俾水，然後水就會將呢股由金而來嘅巨大能量轉化成滋養你生命嘅源泉，全力去灌溉你呢棵參天大樹。你睇下，只要加咗水，原本要毀滅你嘅力量，竟然全部變成咗壯大你嘅肥料。呢個就係傳說中嘅化煞生財。你明明呢個佈局有幾咁令人心悅誠服，就係咁簡單。冇錯，天地嘅大道理往往就係咁簡單直接。但係點樣將呢個水用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令佢發揮到最大嘅功效？呢啲就係實戰嘅學問。我而家就將呢套水木相生、以柔克剛嘅獨家絕招，毫無保留咁傳授俾你。你準備好一齊嚟迎接呢個驚天大逆轉？首先係你每日都要做嘅嘢，日常穿搭風水、衫褲鞋襪係你身體嘅第一層保護罩，亦係最直接改變你個人氣場嘅工具。由8月1號開始，屬虎嘅朋友請你哋嘅衣櫃入面盡量揀多啲黑色同深藍色嘅衫嚟着，呢兩種顏色喺五行入面全部屬水。你想象一下，當你着住一件黑色或者深藍色嘅上衣，你就等於為自己披上一層水之護甲。嗰啲由辛金而嚟嘅肅殺之氣，攻擊你嘅小人突如其來嘅意外，喺未接觸到你嘅身體之前，就會俾你呢層水之護甲全部吸收同中和，化於無形。咁有咩顏色？喺8月千祈唔好着，或者要減少着。記住兩個大忌：第一係白色同金色系列，例如純白、米白、金黃銀色呢啲，因為白色同金色係屬金，你着住佢哋，等於喺度主動加強緊辛金斧頭嘅力量，等於同佢講嚟啦，劈我呢度自投羅網。第二係大紅色、鮮橙色呢啲過於鮮蒲嘅火色，你可能覺得紅色旺我啊嘛，錯啦。喺今年丙午火年，再加埋人生大沖，你已經俾烈火焚身，你再着紅色，火就會燒得更旺，木就會被焚燒殆盡，你會變得極度亢奮衝動，導致決策失誤，精力透支，係火上加油。所以8月嘅衣着記住口撇，多黑藍、避白金、免大紅，低調沉穩嘅水色系就係你嘅救命顏色。第二就係今次影片嘅重頭戲，我要教你擺一個獨一無二、專門針對人生大沖而設嘅黑曜水陣。呢個陣法係我用嚟幫貴人化煞招財嘅秘密武器。今日為咗幫你哋渡過難關，我將佢公開。你準備好未？呢個陣你要擺喺屋企嘅邊度？答案係正北方。點解係正北？因為喺風水嘅後天八卦入面，正北方嘅卦象係坎卦。坎卦五行就係屬水，係咁多個方位入面水氣最旺、最純、最強嘅地方。喺正北呢個水之宮殿擺放水陣，功效會以倍數放大。個陣點擺好簡單，但你每一個步驟都要跟足，心態要成。首先，你去買一個全新嘅透明或者最好係黑色嘅玻璃碗，大細適中就得。千祈唔好用塑膠碗或者金屬碗，塑膠冇靈氣，金屬會同水陣本身嘅目的相衝。然後將個碗洗乾淨、抹乾，
喺正北方揾一個穩固嘅，唔會俾人成日撞到嘅台面或者櫃面。例如你屋企正北方嘅書櫃矮櫃上面，將個黑色玻璃碗放上去之後，喺碗入面倒入大約7-8分滿嘅清水。呢碗水唔單止係普通嘅水，佢係你嘅通天河，負責溝通五行轉化能量。最好用螺水器過濾過嘅水或者精硬水代表純正。最後亦都係最關鍵嘅一步，就係請出我哋嘅主角，將一粒大嘅已經鐵底淨化過嘅黑曜石或者黑瑪瑙輕輕放入碗中嘅水入面。點解係黑曜石或黑瑪瑙？因為佢哋喺寶石界被譽為最強嘅吸煞化煞晶石，本身帶有極強嘅水性能量，能夠吸納負能量並且轉化為守護力。你想象下，呢粒黑色嘅寶石就好似一個深不見底嘅黑洞，會喺8月呢一整月，全日24小時不停咁幫你將嗰啲喺四方八面劈埋嚟嘅金屬煞氣、是非口舌、小人暗箭，全部吸收晒入去碗水同埋石頭嗰度，然後經過水嘅融化同轉化，呢啲原本有害嘅能量會變成滋潤你本命大樹嘅財水，緩緩釋放出嚟，通過正北方嘅水氣擴散到你全屋，令你同你嘅家人都沐浴喺一片被轉化後嘅溫柔而強大嘅生旺氣場之中。你維持呢個陣有一個好重要嘅規矩要遵守，每隔大概3日你要換一次碗入面嘅水，倒出嚟嘅舊水代表住你嘅衰氣同埋煞氣，直接倒入廁所沖走，唔好留。然後換上新鮮嘅清水粒黑曜石，每個星期攞出嚟用清水沖洗一下，抹乾再放返入去。只要你保持個水陣嘅水乾淨清澈，你呢個月嘅運勢就會好似呢碗水一樣由濁轉清，逢凶化吉。呢個陣法嘅威力你唔需要懷疑，只要你跟住做，你親身感受到個變化，你就會知道我所言非虛。8月一個，你會突然間發現你嘅事業好似衝破咗某個樽頸位，突然大躍進，靈感不斷湧現。之前喺你面前阻頭阻勢嗰班小人好似約好咗一樣，全部自動消失，或者係佢哋自己嘅衰嘢爆煲，冇時間再煩你。而你嘅正財偏財運更加會好似你嗰棵受盡滋養嘅參天大樹一樣，啲根係咁吸水，財富係咁俾你吸入你嘅袋，擋都擋唔住。呢個就係化煞為財嘅終極奧義。最後陣法歸陣法，心態先至係終極嘅改運之本。屬虎嘅朋友，你哋要明白天地嘅衝擊係想磨走你嘅稜角，想話俾你聽，真正嘅強大唔係硬碰硬，唔係死頂，真正嘅強大係魂性。係好似水一樣嘅智慧，水天下自由，但可以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你學識喺適當嘅時候低頭，避開掃芒，唔係懦弱，而係保存實力，係等待最佳嘅時機，一擊必中。你諗下，大樹如果喺暴風雨入面企得太直，只會被強風吹斷，但係如果佢嘅枝條有彈性，順住風勢擺動，風雨過後，佢依然可以屹立不倒，變得更加強壯。8月呢個關口，就係要你學習呢種水性，沉穩靈活，以柔克剛。你保住咗呢個月嘅健康同平安，避開咗小人同意外，你嘅晚年注定係非富即貴。你天生嘅領袖才華同福報，係冇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阻擋嘅。好啦，今日嘅天機我已經將最核心、最秘密嘅部分全部透露咗俾你。呢條片唔單止係一個風水知識嘅分享，更加係我為你同你嘅家人送上嘅一道平安符。我希望你呢刻唔好吝嗇你嘅愛心，因為強大嘅正能量係會通過分享而倍增嘅。如果你嘅伴侶、你嘅父母或者你嘅仔女係屬虎嘅，我強烈懇求你即刻做一件事，點擊屏幕下方嘅分享按鈕，將呢條片親手轉發俾佢，或者直接分享去你哋屋企嘅 WhatsApp 家族群組。你千祈唔好諗住等陣先啦，得閒先講啦。唔好等，千祈唔好等，出咗事破咗財或者身體受咗傷先至嚟後悔。你呢一刻嘅一個轉發動作，就等於為佢哋喺危難之中點亮咗一盞強力嘅導航燈。你幫佢哋避開我講嘅嗰2大禁地，提醒佢哋要點樣穿搭，甚至乎係親自幫佢哋擺好個黑曜水陣。你呢個舉動就等於喺佢哋嘅命運關卡前面用你嘅愛起咗一道最堅固嘅保護牆，救咗佢哋一命，保住咗全家嘅安穩同財富。呢份大愛，上天一定睇到呢份功德，最終一定會10倍、100倍咁降臨反覆報喺你自己身上，令你一家人順風順水，福澤萬丈。
最後想以後第一時間收到我呢啲最專業、最直白、最見效嘅避險改運秘訣，你而家就即刻點擊下方嘅訂閱按鈕，並且一定要記得打開訂閱旁邊嘅小立擔咁樣，每次我有新嘅緊急提醒，你都可以喺第一時間收到，為你嘅人生同財富爭取到最寶貴嘅先機。我呢個頻道唔會講廢話，只會喺最關鍵嘅時刻企出嚟幫你指點迷津。喺呢度我哋一齊做一個約定，好唔好？請所有屬虎嘅朋友同埋所有為咗屋企人祈福嘅善心觀眾，喺呢個歷史性嘅嗰一刻，喺下方嘅留言區用你最堅定、最真誠嘅心打出呢句口訣：人生化煞，逢凶化吉，晚年暴富。我呢句口訣本身就係一個強而有力嘅正面心錄，會產生強大嘅集體念力。當你哋每一個人都打出呢句說話，你就會同我同所有睇緊呢條片同你身處同一條船嘅朋友結成一個巨大嘅能量守護網，而我會親自喺後台為你哋每一個留言一點讚加持，將我嘅祝福通過呢個方式傳遞俾你哋每一位。我祝所有屬虎嘅朋友喺即將來臨嘅8月關關難過關關過，最後全部平平安安，將所有嘅災煞全部轉化為滾滾而嚟嘅財富，大發特發，金玉滿堂。我哋下期再見。